大埔雲福苑大火，截至2025年12月1號為止，造成151人罹難，39具遺體有待辨認，大約仲有30名被報案嘅失聯者仍然未揾得返。為咗哀悼呢一場火災嘅罹難者，有市民到附近獻上鮮花，場面令人心碎。雲福苑社區擁有超過42年歷史，喺遭遇世紀大火前，曾經係香港住宅嘅典範。直至大火之後，呢度只係剩返頹垣敗瓦，電力公司已經截斷電源，事發嗰7座大廈已經好難再居住。大火結束後，唔少香港人開始討論，除咗起火原因，到底邊個需要負責？有唔少搭咗棚、掛咗網嘅大廈，係等火災第2日立即拆卸。屋宇署亦都已經發稿表示，勒令30個私人樓宇嘅維修工程暫時停工。當中28個項目由大埔雲福苑維修工程承辦商雲業建築工程有限公司承辦。屋宇署更加表示，火警揭示咗雲業喺地盤安全管理有嚴重缺失。ICAC 亦都有所行動，暫時有13人因涉案而被捕。翻查翻雲業過去嘅記錄，就發現唔少媒體曾經報道過呢一間公司唔少嘅黑歷史，當中包括多次刑事罰款記錄，更加有居民發現雲業嘅小型工程牌照已經被屋宇署紀律處分而停牌。根據獨家消息，屋苑嘅部分住客一早對呢一間劣質工程公司產生懷疑，就呢件事仲同業主立案法團發生過多次衝突，非常不滿。而另一個討論度同樣激烈嘅問題就係火警鐘。呢個應該係宏昌閣嚟嘅，着晒火。搞錯啊！嗱，呢棟咁樣着晒火啦，已經下邊。大火發生嗰一刻，好多住戶都話聽唔到任何警鐘聲，亦都冇廣播通知。唔少人係因為聞到煙味、望到火光，或者靠鄰居拍門先知道出咗大事。究竟火警鐘點解冇響？工程期間有冇人做過消防測試？仍然未有正式答案。而講到最大爭議嘅，一定係呢兩樣嘢。就連前政務司司長曾俊華都對雲福苑外牆工程所使用嘅棚網表示質疑。網上亦都有唔同嘅電視台或者媒體嘗試收集唔同工地所使用嘅棚網作為測試，大部分結果都係一點就着。至於發泡膠部分，今次有唔少單位因為大廈維修，所以好多窗都會俾發泡膠封死，亦都係因為咁，大量易燃物料包圍住大廈，配合外牆棚架形成嘅空隙，造成強烈嘅煙囪效應，令到大火能夠急速向上升。好多網民都充滿疑問，到底係邊個批准使用工程用發泡膠？用呢啲咁容易燃嘅物料封晒全屋每個單位嘅窗？易燃嘅唔單止係棚網同發泡膠，更加係監管制度嘅漏洞，同埋相關人士嘅僥倖心態，仲有太多疑問尚在調查中。雲福苑嘅悲劇留低俾生還者同家屬嘅係永恆傷痛，願逝者安息。3點幾打俾我，話屋企大火咯，樓下咁等人嚟救咯，因為佢始終70幾歲老人家行唔到落26層樓咯。窗邊看，黑煙蓋住了天光，這一秒心底痛受到震盪。所有回憶而家冇晒，就係因為嗰班人。我冇接到，冇咁淒涼，所以過嚟咯，做個獻身咯。願這香港手牽手走過最暗那黑夜，在廢墟中，即使身軀會痛，也有人借，互助互強，一碗湯水也都可送借。別怕孤單，幾百萬人共你跨過荒野，身邊總有我撐你。踢拉踢盡香港熱話新聞，請多多 comment、like、share 同 subscribe 踢拉各社交平台，支持踢拉繼續營運。